回头过来看家人，连滚也讲落大雨。 有袂少的所在做大水，市长谢国良进前才防指控，伫个内湖的河体乌困，无坐镇指挥。即摆国防批评，23号下晡刊载进前，先请假1点钟，甲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会合，参加着妇女会活动，而遐讲天说地。有部分的市民是真无谅解，讲阮兜拢入水咯，市长哪会还咧开讲咧？ 家人市政府是回应讲，市长第一时间拢有掌握到灾情，嘛有指挥调度。看到姐姐妹妹都很高兴哈，知道今天要开这个会，我还去这2天剪了个头发哈，请了1个小时的假哈，来跟大家来有一个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座谈。那我2点钟哈，我要去看灾。 安尼讲引起市民的不满，家人市长谢国良伫勘灾前先请1点钟的假，甲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去参加活动。伫座谈会有讲有笑，掩过市民笑袂出来，因为落几啊天的大雨，造成家人真个所在拢积水甲淹水。有人讲已经做水灾，你要你加头毛，市民出来滴淹水，你要搁你家人开讲。谢国良他是提前部署，先去剪头发来见朱立伦。 民众淹水，对不起，慢慢来，没办法，自求多福。日暗时，家人有大雨为顶级灾害应变中心强化3级的开设，规定讲透早短2点钟，瞬间的雨量达到108米米，造成较低所在淹水。迄一天下晡2点，谢国良去看灾区，淹过伫这进前请假1点钟去座谈会开讲，有人质疑讲，那不是随去勘灾。淹了一半了，现在没办法发动了，已经坏掉了。第2次了。 民地指控市政府回应讲，第一时间市长拢掌握情形，有指挥调度相关的单位去处理。批回讲绝对无失职，淹过淹水这要紧的时阵，市长正甲这的家庭主妇伫遐笑嗨嗨，市民的信心恐惊嘛已经互水淹去啊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